你試過買嘢好似打仗咁未？今日下晝我行過街市，直頭以為自己穿越咗，成個街口塞到水泄不通，阿伯阿婆連埋啲後生仔女，每個人手上都推住2部買餸車，入面塞到好似座山咁。行緊一睇，原來係家寶食品超級市場門口貼住張大到好似張床單咁嘅紅色告示，上面寫住4個大字：全場8折。你冇聽錯，真係全場8折。連平時從來唔減價嘅急凍巴西雞翼、鮮牛肉，甚至係全包裝嘅米同食用油，通通都打8折。現場嘅情況真係可以用失控嚟形容，啲人好似唔使錢咁將啲急凍肉類瘋狂倒落自己部車度，有條隊由收銀台一直排到出街尾，兜咗成個圈，入到店入面更加誇張。平時放得密密麻麻嘅貨架，家陣居然乾淨過塊面，搶到連1粒蒜頭、1包公仔麵都冇剩，成個貨架空到有回音。呢個震撼嘅畫面背後其實正發生緊一場驚天動地嘅商業大地震。冇錯，今次唔係普通嘅開張致慶，亦唔係乜嘢限時大減價，而係內地電商龍頭京東豪詐足足40億港元，以雷霆萬鈞之勢全面血洗家寶。呢筆驚人嘅巨資一落嚟，家寶即刻好似打咗強心針咁，展開咗呢場全港性嘅價格破壞戰。當大家仲沉浸喺搶平貨嘅興奮當中，只要你行出家寶門口，轉個彎就會見到另一番令人心酸嘅景象。喺家寶隔籬嗰間開咗好多年嘅家庭式雜貨鋪，門口冷冷清清，一個客都冇。老闆波叔今年已經62歲啦，佢成個人屁喪咁坐喺張紅色塑膠口度，眼濕濕咁望住隔籬潮水般嘅人湧入家寶，然後再望望自己鋪頭入面堆滿晒但發人問問嘅貨物。波叔一邊抹眼淚，一邊用把沙啞嘅聲同我講，話生意真係冇得做啦。人哋家陣有大財團撐腰，打完8折之後嘅零售價，竟然比佢自己去批發商嗰度攞貨嘅指售價仲要平。波叔話佢喺呢度做咗大半輩子，經歷過咁多風風雨雨，都從未見過咁樣用錢嚟砸死人嘅玩法。大財團一動手，佢哋呢啲本小利微嘅小店，除咗含淚準備執笠之外，根本連一絲反抗嘅餘地都冇。其實要明白呢場40億嘅風暴點解會生猛到咁，我哋就必須要將時間倒流，睇翻家寶呢個本土地頭蛇嘅歷史。家寶食品超級市場係由創辦人林曉任喺1997年創立嘅。諗翻起1997年，啱啱好係香港回歸嘅年份，當時全港經濟正面臨亞洲金融風暴嘅衝擊。林曉毅當時30幾歲，憑住敏銳嘅商業觸覺，發現基層市民對平價食材有極大嘅需求，於是佢喺深水埗開咗第一間小碟急凍肉食店，主打平價大件種類多。到咗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疫情，經濟低迷到極點，市民大眾人人都荷包乾塘，但家寶偏偏喺呢個時候逆市發圍，憑住直接從巴西、歐美等地大量進口急凍肉類，省去咗中間商嘅抽成，將價格壓到全港最低。全香港嘅家庭主婦都知道，要買最平嘅雞翼、豬扒，一定要去家寶。2010年左右，家寶已經發展到有幾十間分店，遍佈全港各大屋邨，成為名副其實嘅基層急凍肉類大王。林曉毅自己亦由一個名不見經傳嘅小商販，搖身一變成為身家豐厚嘅鋪位大炒家。不過花無百日紅，隨住時代發展，到咗2020年之後，香港嘅零售格局發生咗翻天覆地嘅改變。一方面係鋪租、人工成本不斷上漲，另一方面係市民嘅消費習慣轉向網購，再加上內地山姆超市、Costco 等連鎖倉儲式超市興起，大批香港市民喺2023年同2024年期間掀起咗一股瘋狂嘅北上消費熱潮。每到週末，深圳嘅各大超市都塞滿咗香港人，個個大包小包將物資搬返香港。咁樣一嚟，香港本地嘅街市同街坊超市生意大受打擊，家寶亦都不能幸免。嚟到2026年嘅今日，市場環境更加嚴峻。家寶雖然有幾十間分店嘅網絡，但面對百佳、惠康兩大傳統超市巨頭嘅夾擊，加上網上買菜平台嘅分流，利潤已經大不如前。而就在呢個關鍵時刻，內地電商大佬京東正愁緊點樣打破內地電商市場飽和嘅悶局。京東高層將目光投向咗香港呢個消費力驚人、港元匯率持續強勢嘅市場。京東一出手就揀中咗喺香港基層擁有深厚功基嘅家寶，40億港元嘅巨資注進去，目的絕對唔係賺幾十萬、幾百萬嘅買菜錢，而係要進行一場徹頭徹尾嘅戰略佈局。京東要利用家寶製商行經營咗將近30年嘅實體店網絡，作為佢哋將線上電商同線下實體店完美結合嘅前沿陣地。你可以想象一下，京東本身有住全中國最頂尖、最龐大嘅供應鏈物流系統，當呢個系統同家寶喺全香港幾十個洗區嘅實體門市對接之後，會產生幾恐怖嘅化學反應。以前家寶要自己去外國訂貨，自己租貨倉，自己揾車隊送貨，
家陣京東直接用佢哋嘅超級物流網絡，將內地以至全球嘅優質物資源源不斷咁以極地粉品直接運到香港。呢場全場8折嘅瘋狂大減價，表面上係回勝街訪，實際上面係一場利用資本優勢、供應鏈優勢對香港本地零售業進行嘅降維打擊。與此同時，京東嘅野心絕對唔止局限喺新界同九龍嘅基層屋邨，就在家寶全港分店打到貨架真空嘅同一個時間，港島區嘅商業核心地段灣仔，一棟地標性嘅商業大廈外牆已經悄悄換上了巨大嘅紅色招牌，寫住京東摩。冇錯，灣仔京東摩正同步插旗，呢個動作具有極其重大嘅象徵意義同戰略價值。灣仔區一向喺香港嘅商業中譽，出入嘅多數係中產階層、白領上班族以及高收入人士。京東摩進駐灣仔，同街寶喺基層屋邨嘅大減價，剛好形成咗一高一低、雙線並進嘅完美夾擊戰略。灣仔京東摩唔再係賣雞翼豬扒嘅地方，而係一個佔地數萬平方戶、充滿科技感嘅綜合性超級體驗中心。入面展示嘅係京東最引以為傲嘅全線家電，最新款嘅智能手機、電腦數碼產品，以至高端嘅智能家具系統。京東將內地最成熟嘅線上落單、線下體驗或者店內體驗、送貨上門嘅 O2O 模式，原汁原味咁搬咗嚟香港。香港嘅消費者以往買電器，不外乎去百老匯豐澤或者去深水埗鴨絲料街揾平貨，但呢啲傳統零售店嘅價格，因為受制於香港昂貴嘅租金同人手成本，往往高居不下。家陣京東摩憑住40億資金嘅底氣，加上同內地廠家直接對接嘅優勢，直接將內地嘅電商價帶到灣仔。一部喺香港平時賣緊5000港元嘅智能電視，喺灣仔京東摩可能只要3000幾蚊，仲包埋送貨上門同全條安裝服務。這種全面性嘅進攻，對香港傳統零售業造成嘅衝擊，簡直好似海嘯一樣。我哋再睇翻隔籬小店老闆波叔嘅眼淚，其實波叔代表嘅正係過去幾十年支撐起香港草根經濟嘅無數個個體戶、小商販。波叔同我講，佢後生嘅時候，大約喺1980幾年、1990幾年，只要肯捱肯拼，租個小鋪位，每日天未光就去長沙灣批發市場拉貨，翻到鋪頭默默做，總能養活一家大細，甚至供埋2個仔女去外國讀書。當時嘅香港市場雖然都有超級市場，但大家各做各嘅生意，超級市場包裝乾淨，賣俾行政人員。佢哋呢啲街坊小店講求人情味，可以持數，可以幫街坊切好舊肉，賣點生算，靠嘅係幾十年建立落嚟嘅鄰里關係。但到咗2026年，資本嘅玩法已經完全變咗，大財團不再滿足於賺取合理嘅利潤，佢哋一嚟就要用幾十億嘅資金，透過不計成本嘅補貼，瘋狂嘅打折，務求喺最短時間內將所有競爭對手徹底摧毀，壟斷成個市場。波叔話佢哋打8折可以蝕得起，因為背後有幾十億，但我只要1個月冇生意，我要交幾萬蚊租，要俾人工，要交電費，我下個月就直接執笠。呢個根本唔係公平競爭，呢個係屠殺。望住波叔滄桑嘅面容，再聽住隔籬家寶裏面傳嚟陣陣8折啦、搶啊嘅興奮叫喊聲，真係令人有一種好強烈嘅荒謬感。對普通市民嚟講，家陣物價咁貴，生活壓力咁大，有大財團肯砸錢出嚟請大家食免費午餐，全場8折，買2包米都省返幾十蚊。大家當然係開開心心去搶購，邊個得閒去理會一間小店嘅生死？但問題係，當呢場40億嘅血洗行動結束之後，當全香港嘅獨立雜貨鋪、凍肉店全部被擊倒，紛紛執笠之後，市場會變成點樣？到時成個香港嘅基層食品供應，可能就只剩返京東旗下嘅街寶，以及原本嘅百佳同惠康。當市場缺乏咗無數個好似波叔咁樣嘅獨立小店去制衡，大財團仲會唔會繼續同你打8折？到時佢哋要加價，市民除咗默默接受之外，仲有乜嘢選擇？而且呢場風暴嘅受害者絕對唔止係小店老闆，傳統嘅2大超級市場巨頭百佳同惠康，家陣一樣係如臨大敵。據聞呢2大集團嘅高層呢幾日正夜以繼日咁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佢哋在香港資金咗40-50幾年，擁有最強大嘅門市網絡。但面對京東這種資大內地龐大電商供應鏈，同時擁有40億現金流嘅對手，佢哋以往嘅優勢正在一點一滴咁被鮮食。百佳同惠康雖然實力雄厚，但佢哋嘅母公司都需要對股東負責，需要追求每季嘅盈利表現。佢哋絕對不可能像京東咁樣，為咗搶佔市場份額，可以由得一間仔公司連續幾個月甚至幾年咁大額虧損。這場價格戰如果一直持續落去，傳統超市巨頭勢必要被迫跟隨減價。而減價嘅後果就是利潤暴跌，接下來可能就是一連串嘅裁員、縮減分店規模，最終受損嘅依然是本地嘅就業市場。我哋再將視野放得更寬一啲，京東今次大舉南下，其實係反映緊整個大時代嘅變遷。
由2023年開始嘅港人北上消費熱潮，到2024年、2025年內地各大品牌排隊嚟香港開分店，例如內地嘅茶飲店、酸菜魚、新能源汽車，再到2026年今日京東用40億巨資直接併購或者重組本地超市，這條時間線非常清晰。以前係香港人帶住資金去內地投資消費，家陣係內地嘅超大型企業帶住無可比擬嘅資本同技術全面進軍香港，重新定義香港嘅經濟生態。灣仔京東 Mall 嘅同步插旗，更係將呢種性能秀嘅理念展現得淋漓盡致。喺京東 Mall 入面，你看不到傳統零售店那種冷冰冰嘅貨架，取而代之嘅係各種互動式嘅體驗區。你想買個智能電飯煲，你可以直接在店內用手機掃描二維碼，系統會即時顯示呢個電飯煲在內地大數據下嘅幾萬條真實用家評價，甚至有廚師在現場用呢個電飯煲煮飯俾你試食。你覺得滿意，在手機上一按付款，京東物流最快可以當日下晝或者第二日朝早就將全新未拆盒嘅貨品直接送到你長洲或者天水圍嘅屋企，連搬運費都免埋。這種極致嘅消費體驗，對於習慣咗香港傳統電器鋪那種售出不退、送貨要等1個禮拜、安裝又要另外收費嘅市民嚟講，簡直是無法抗拒嘅誘惑。灣仔京東 Mall 開幕短短幾日，已經吸引咗無數中產白領前去照盛，現場人頭湧湧，受歡迎程度絲毫不亞於大減價嘅家寶分店。線上同線下嘅全面結合，基層與中產嘅雙重夾擊，這就是京東高明而又殘酷嘅戰略。他用40億元在香港築起咗一條堅不可摧嘅商業護城河。然而，當我們沉醉於科技帶來嘅便利以及大減價帶來嘅甜頭時，我們也不得不反思，香港這座城市最珍貴嘅核心價值究竟是什麼？過去嘅香港之所以充滿活力、充滿傳奇，正是因為它容納到各種各樣不同規模嘅生存方式，既有站在中環中銀大廈或者國際金融中心頂層揮斥方遒嘅金融大鱷，也有在深水埗、旺角街頭巷尾靠住一雙手、一間小鋪面默默耕耘嘅星斗市民。這種多樣性，這種百花齊放嘅草根活力，組成了香港獨特嘅煙火氣。如果有一天我們打開門，滿街都是一模一樣嘅大連鎖店，所有嘅物資、所有嘅電器、所有嘅食物，都由少數幾個大財團透過冰冷嘅演算法同物流線來配送，那時候嘅香港還會是我們所熟悉、所熱愛嘅那個香港嗎？波叔拍了拍大腿，站了起來，開始默默睇收拾趴頭門口那些已經開始有點鋪陳嘅貨品。佢話佢打算做埋呢個星期就將間趴頭頂讓出去，或者直接交翻個鋪位俾業主。佢話爭唔贏價啦。時代變咗，我哋呢啲舊時代嘅人是時候退場啦。看住佢高冷嘅背影，在夕陽嘅餘晧下顯得格外孤獨。而就在幾米之內，家寶門口那張紅色嘅全場8折海報，在晚風中獵獵作響，仿佛在宣告着一個新時代嘅來臨，一個由絕對資本與極致效率主宰嘅零售新時代。這場由京東發起，動用40億資金，同步在屋邨與灣仔核心區插旗嘅商業大戰，目前僅僅只是個開始。未來的幾個月，香港嘅零售市場、街市生態，以至普通市民嘅消費格局，必定會迎來更猛烈嘅洗牌。大家在享受住8折平貨嘅同時，不妨也多留意一下身邊那些正在默默消失嘅街坊小店，因為他們嘅離去帶走嘅不僅僅是一份生意，更是這座城市幾代人累積落來嘅溫情與雜薄回憶。大家對呢件事又有乜嘢睇法？當你見到全場8折搶到真空嘅貨架，同埋隔離小店老闆嘅眼淚，你又會點樣選擇？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哋嘅諗法。